期信众的关物主互供庙，民众会到庙内底替神明点香添油，互庙的空间会当变光，嘛代表祈求功名。演变到当民众的捐钱，互庙会当买香买油来烧香点灯，嘛有祈求亲人前途功名的意义。那因为添油灯就是意味着可以添油、添香、添福气，尤其是如果说有考生啊要考试的话，可以就是来添油，就是帮那个考生加油的含义。信众会使伫捐烟钱了后，摕油柑仔替神明来添灯油，代表添福寿、增功名。新春期间，嘛有信众专门来替神明添油。都会想问问看要怎么做，然后我们就跟着做这样，然后祈求一年平安。目前台南府城有台湾首庙天坛、开基玉皇宫和开基母庙等等的庙，拢有保留添油这个传统。民众若有机会买当来家体验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